再来看乌克兰的军队最近伫东部前线状况是无介好，总统泽伦斯基是搁再要求国际盟友赶紧提供武器。乌克兰有一个60岁以上老兵组成的阿公兵团，伊嘛想要为国家来拼，目前是负责伫前线的一寡后勤的工作。 这支由数十位年纪超过60的阿公级老兵组成，叫做边防龙的机动炮兵指挥部队，伫扎波罗热东南部的基地，当将122毫米兵甲火箭弹准备好了后，这火箭弹就派上现场，互另外一支部队发射出去。Живемо за счет пенсійного фонду. 58岁塔兰外号阿公是这阵老志愿军的指挥官，大家拢有超过60岁。虽然因为年纪上大，无互登调任务，也无官方支援，也毋过为国家效力的心意甲能力并无差。除了家己的钱，因也接受捐款，当作烧钱的经费。佮本身有能力伫武器库减受各种的炮弹，加上为特定遐摕过来武器伫前线后端巡逻，听从战地指挥官命令，甲其他的部队合作。 Якщо людина хоче, він може і в 100 років піти і виконувати завдання і нищить ворога. 乌克兰目前战争严重，为东部地区3个村撤军。总统泽伦斯基要求国际合作盘加紧武器到复速度。 Ми очікуємо саме такого обсягу і ваги у поставках. 乌军指挥官表示，东部前线3个村以西几下的据点，拢有大量的孤军集结。因为这款的情况特提，几乎希望美国拄啊批准的610亿美金军援计划，一旦摕到武器，就会当稳住东部局势。公司新闻吴伟良编译。